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民党下晡伫中常会，党主席朱立伦正式宣布定调新北市长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前国首相特拉斯来台湾访问，今仔表示讲，欧洲国家应该拢爱表达对台湾坚定的支持，包括由英国支持台湾加入 CPTPP。事实今仔公布美食哥生产的可可兰冷冻草莓，也受到 A 型肝炎病毒的污染，市面上各有2000多公斤。新闻先来看，国民党今仔下晡2点举行中常会，党主席朱立伦正式宣布定调新北市长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侯友宜伫现场嘛发出要政党轮替、团结胜选的口号。那赢的县市长各立委等人嘛伫现场，大家手牵手，展现大团结的气势。那么连线公司台记者郭北坤、林玉凯，带咱来看现场的状况。是记者即摆伫咧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今仔日伫咧国民党的中常会是正式提名国民党的2024年总统大选人选，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哦。伫咧现场嘛会使看到有济拿亚的县市长，也有代表拢到场，展现大团结的气氛。咱来看伫咧中常会的时阵，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也有受到提名代表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安怎讲的？我在这边庄严地宣布，本党征召侯友宜同志参选2024中华民国总统。侯友宜当选，侯友宜当选，再次让政党轮替，才能够救国家、救台湾。我们要展现破釜沉舟的决心。要参选，就要胜选；要参选，就要团结国家；要参选，就要带给人民希望。是透过画面嘛会使看到国民党各代表也拢手牵手喊口号，展现大团结的气氛哦。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表示讲，侯友宜的丰富的施政经验，也有强大的领导力，会使团结支持者哦。另外，伫咧另一边企业家郭台铭的部分，伊伫咧下晡1点的时阵，中常会进前也伫咧伊家己的面册发文吼，恭喜侯友宜得到国民党的提名，但是伊是无特别到场出面哦。国民党表示，确实无特别邀请郭台铭到场，会选伫咧适合的时阵、适合的场合邀请伊到场支持哦。以上是公视台记者伫咧国民党部的连线报道。感谢北军教育开哦，咱个继续来看，国民党已经宣布新北市长侯友宜明年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早起郭台铭的支持者嘛临时取消消停郭台铭的行动，也毋过等到有韩国瑜的支持者来到国民党的党部，强调讲哦，不管定调侯友宜还是郭台铭，因拢支持。喊口号支持国民党中会执政。国民党中常会定调总统参选人前，将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者集合伫党中央的头前，强调最后不管是定调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也是新北市长侯友宜，拢会全力支持，要展现团结的气氛。胜出我们一定会喊他动算，如果输的那方我们会喊一个团结，这两个来做一个对比，希望能够两个力量能够结合在一起，能够重返执政。不过，原先郭台铭支持者早起嘛要伫党中央附近集合挺郭台铭，刷向法庭，颠倒是传出独派团体会到场表达诉求。外界好奇国民党下晡定调侯友宜参选总统，侯友宜会安怎整合挺郭派？侯友宜表示会承担起来，责任来了，我一肩承担，义无反顾，全力以赴。郭董事长是我们一个非常敬佩，对国家在经济做出贡献的领导人。另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进前接受专访，伫16暗时播出，讲起到若做郭台铭无互国民党定调，未来两人是毋是还佫会合作？郭文铁坦白讲，郭台铭已经甲话讲白啊。不啊，问题在合作什么？他自己的把话都堵死了。他说他如果没有成功，他支持侯友宜。我那时候现在想说，那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16暗时是到政大演讲，民众党中央委员会预定下晡正式宣布民众党总统提名人选，渴望由郭文哲出来选。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昨暗飞来台湾访问的前英国首相特拉斯今仔发表演说咯，伊表示讲欧洲国家无会关心台湾的问题，是无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拢爱来表示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伊嘛呼吁英国政府嘛应该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加入 CPTPP。W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right across the world need to do all we can to support you over the coming years. Your future is our future. 前英国首相特拉斯访问台湾，再次公开演讲，主题讲到中国的威胁，甲进前法国总统马克宏提起欧洲卖卷入台海事务的讲法无共。特拉斯认为，欧洲唔通对中国的威胁结外外，应该就要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And I believe it's completely irresponsible for European nations to wash their hands of Taiwan on the grounds that it's a long way away or it's not a core part of our concerns. I don't think they could be more wrong. It is a core interest to the people of Europe. 特拉斯也呼吁现任英国首相苏纳克履行竞选承诺，将中国列作战略威胁，立刻关掉由中共控制的孔子学院，改由香港加台湾人经营的文化中心，并且应该公开表明支持台湾加入 CPTPP。I want the UK to champion the fast-tracking of Taiwan's access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key members of the CPTPP. It is also vital that China is blocked from being a member of the CPTPP. 特拉斯以中国无信守对香港的承诺，也甲稳状新冠疫情做例，表示中国的话一句都唔通相信。台湾伫全球经济扮演重要的角色，西方国家有集体责任做盟友来支持民主台湾，抵抗中国的侵略。记者综合报道。好事多的冷冻鱼又搁互验出有 A 型肝炎病毒。消署今仔公布讲，因对库存的产品发现墨西哥生产的可可兰冷冻草莓，嘛受到 A 型病毒的污染。目前计共回收1400公斤搁有1500外包4000外公斤，已经伫市面咧卖咯。好事多的梅果搁再验出 A 肝，消署自5月7日开始启动后市场扩大推验的计划。结果，伫咧好事多下个库存的梅果产品内面，佫验出墨西哥生产的可可兰冷冻草莓有 A 肝病毒污染。这项产品的有效日期是2024年8月7日。好事多公司从4月30日，其实就已经暂停贩售卖场内所有的这些冷冻莓果类的产品。所以我们当时食药署去抽验的时候，是在那个已经下架的存放专区，去做抽验的产品。消署讲，之前伫咧边境验出可可兰冷冻综合莓1件，一个冷冻蓝莓1件，并且伫咧后市场验出1件可可兰冷冻综合莓有 A 肝病毒阳性，已经要求好事多下架回收所有的冷冻莓果的产品。一直到16为止，总共回收4.9万外公斤。原来这批检验无合格的冷冻草莓已经回收1402公斤，也有1513包的草莓已经卖出去。它的进货量是1546包，那我们去抽的时候，因为它已经放在这个下架到它的专区去了，所以当时的库存量是33包。消署强调，为了要了解这边A 型肝炎病毒污染源的问题，已经要求好事多报警说明污染源的原因。并且伫咧5月30日进前提出完整的报告，伫完成调查甲改善进前，将会继续暂停修理好事多相关产品的事例报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晚到台南佮高雄温度已经34度，也毋过搁要变天咯。明仔暗有方面晚间各地会开始落雨。今年虽然已经有几啊波黄霜雨方面，也毋过气象局长陈明典是表示讲，今年有可能拄到黄霜雨的异常年黄霜雨无介济。另外，苗栗的鲤鱼潭水库去年的即阵水量是甜甜，也毋过今年只有将近4成。虽然黄霜雨的状况毋知安怎，所以提醒民众真正着爱心水。
天气烧热，行路真侪人拢行雨伞昨日，因为今日的温度来到32度至34度，台南、高雄嘛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气象局表示，到18早起，受西南风影响，规个西半部高温会升到35度，东南部更加会有小风的机会，但是到暗时就会开始变天。所以在这段期间，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我们要提醒西半部跟东北部的朋友，留意一阵阵比较大的局部雨势。气象局表示，18暗方面来水气变济，西半部会有局部地渐阵雨，也是雷雨。日一开始水气高会减少，即马已经是黄霜啊雨的季节，不过雨水煞无济。气象局长地平顶嘛伫面册表示，即马的黄霜啊雨有敢若无，可能是拄着统计上的黄霜啊雨异常年。若水库的即时水情，像你鱼潭水库蓄水量敢若39%，比英国同期100%明显偏低。其他中南部水库真侪蓄水量嘛呈现红色欠水的情形。其实逐冬来的时间拢无共，所以有当时你会感觉讲，旧年伊较早来，所以水库就满；今年较慢来，你就感觉讲水库较低。其实这是正常。这个现象，水利署表示，只要伫5月底到6月初，水库的水位有豆豆回升，咱水的供应就较无问题。气象局嘛表示，自5月初到达，拢是较移动式的方面，所以带来的雨水量有限，当时会出现停留性的方面，后续搁爱观察。记者陈亚文、曾俊佑台北报道。南部可化的状况是愈来愈食力咯。台南的曾文水库目前水量只剩无到7%，南化水库嘛只剩18%尔。最近嘛一直风声讲水费可能会调整，经济部嘛强调讲这是需要台水公司做评估，目前是还未启动调整的机制。国内南部水情也是真严，伫758万用水户当中，伫用水量内底，工业用水也是用上多。传出政府考虑调整水价来鼓励大家较欠仔用水，引起各界关注水价敢会调整。这个水费有调整的可能，是不是这样？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台水公司有一个评估报告啊，诸如成本怎么是让这个大用户这边可以透过这个累进的一个这个汇率这边去做到更好的节水，我想这个都是需要点时间去分析的。所以评估报告的部分是发现问题，然后做问题的部分我们来寻求可能解决的方案。经济部处长林全玲表示讲，目前还无要启动调整的机制。虽然顶一波方面予咱台湾落大雨，不过却对台南两大水库无伤多的帮助。观察台南两大水库，南化水库水量敢若剩18.3%，曾文水库的水量敢若剩6.5%。只是咱台湾的水量也是真少。不过统计去年台湾的漏水率数13.1%。林全玲讲，今年要拍拼，甲漏水率降到12.6%。针对南部的扩化，政府对水情的掌握是真稳定，嘛有真侪方案来应用。今年南部的水情难关能够度过吗？水情的因应我们有很高度的一个掌握，区域调度，比如说高雄、屏东、台南这边的区域调度，对，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增建很多的抗旱的一个这个水井，那这个部分大概4月底前可以增供大概每日27万吨的这样的供水。好，民众爱是较欠仔用水，避免水资源浪费。未来无排除透过调整用水的控制来控制用水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光金矿最近为着经营权兄弟啊吵吵闹闹，有风声讲前新光金矿的港董事长吴东进，望讲顶金管会来协调。也毋过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今仔是强调讲，金管会是中立的态度，嘛强调讲即届选出的新的董事会，就爱来进行竞资。另外，针对军公告明年敢会调薪3%，财政部是表示讲因乐观其成。新光金矿要全面改选董事，经营权争夺大战正式开打，传出大股东前新光金矿董事长吴东进，爱金管会主委黄天木管一个5家第三，台新金董事吴东良、黄天木否认讲两个人会谈时咧讲经营权，强调讲金管会态度中立，不过望莫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稳定。是现在的股东，当你要进驻这样的一个新光金的控制权的时候，你可能也要做好金控公司对于子公司相关义务跟责任的准备。黄天木表示，新董事会必须爱负起必要的竞资义务，
建全新光金的甲子公司经营，对市场有疑义。台新金甲新光金以合并换增资，是毋是有操纵股价的疑义？黄铁博表示讲，会甲真调来看，也若即马伫个万行拢咧起的时阵，军公到明年是毋是会调薪3%？财政部乐观其成。最近真的是通膨率是稍微偏高了一些，很高啊，所以变得高，哎对，所以才有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构想。对，那财政部的立场是这样的，乐观其成。立委刷咧来追问有项，就惊讲调薪只是大声雷讲落无好。黄清华表示讲，以调薪3%来看，财政状况是有法度来应付整体政策，便若是行政院定案，财政部会来负责筹备。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规划要起5万户的社会主体，市长蒋万安是讲，伊会延续前市长的政策，社会主体推动人民指出讲，台北市离5万户，目前是搁差将近15000户。蒋万安嘛表示讲，伊要利用先增加有潜力的基地来起7000户。也毋过民间团体就要求蒋万安甲基地地址公开，嘛爱伊说明讲，敢有法度伫4天内就完成。市长信守承诺。立法讲，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要信守选前的承诺，袂当停止起社会主体的脚步。台北市政府对霍良斌、郭文德的时期规划兴建5万多户社体，蒋万安表示讲，会来延续政策，不如个社会主体推动联名针对蒋市府社体政策。初步体检有讲，还有离5万户的目标，还有欠缺14000户。面对蒋万安有发出讲，要透过新增加潜力基地起7000户主体，自明要求就要讲予清楚地址伫倒位，当时要完工。到底是在第一任内要完成，还是第一任内要规划，还是第一任内要发标？这个部分，我们相信各位跟我们一样，完全不清楚。所以我们希望蒋市长讲清楚。自建设展7000户的部分主要是有3大部分第一个是公办都更的部分还有国宅改建例如西宁市场，还有它的国宅改建的部分。那第二个是 EOD 的部分EOD 的部分，例如是南港区的城镇国中那第三个是都市计划变更。不是个台北的土地资源有限，需要强化都市开发。现主是透过用积摕到的社体，伊的成效无好。自明认为讲，市府应该爱检讨用积的奖励机制，袂当来轮做政商谈判的考试啊。也若有真侪议员建议讲，改用租金来补贴，反对起社体。民团嘛有徛出来指控议员欠缺对社体正确的认识。社会住宅是基于公平、公正的一个精神，让所有的市民都能够享有安居的生活跟权益。市长、蒋市府不要跟这些反对市宅新建的议员唱双簧。针对中央目标要达成20万户的社体，其中8万户利用包租代管，剩的12万户是予政府来起。营建署讲，一直到4月底已经有起73000多户社体，有51000多户，即马正咧规划中，办批要伫明年的年底当来达成20万户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蔡英文总统就职伫要满7天咯，台湾土地正义行动联盟甲各地受害者早起去总统府头前，伊呼吁政府应该赶紧废掉市地重划这款恶法，因反对主办市地重划，只要5成民众同意，就当启动。伊嘛批评讲，这根本就是抢人民的土地，违反宪法。自办重划，废除自办重划，还我基本人权，还我基本人权。为屏东高雄、台中内民众也着机啊，要对后壁的总统府化会，因拢是反对主办市地定位受害者，批评定位办法根本就是变质咧抢人民的土地。我们现在目前自办重划已经是沦为黑道、建商、财团来掠夺人民的土地。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指出，伫日本要主办市地定位，要得到100%居民同意，但伫台湾定位区内底土地所有权人，互强制纳入定位会，只需要1/2多数，就当决定所有代志，非常无公平。学者指出，讲要保障人民基本人权的蔡政府，就职将近7周年，对废除恶法煞无任何的动作。这是一个黄牛的政府，他对人
人民做出郑重的承诺，他也对国际人权审查委员会做出郑重的承诺，但是一方面，他的法规制度完全没有改。联名指出，因为市地定位受害案件是愈来愈多，政府不应该一手讲民主自由，另外一手去放任法令来侵害基本人权，强烈要求废除恶法，百姓爱的只是保有安心立命的土地。记者林正梅陈昌伟台北报道。近界又搁传出丑闻，新北市桃园顶管区有警察涉嫌甲大办业者斗空，甲吊扣车牌的处分改做吊销车牌，互车主罚单了了，就当去验车哦，就当领牌上路。检方侦办一档外，今仔起诉有22个警察涉案。也毋过，其实伫今年4月，交通部已经修法，未来特别有即款空棒通两路。伫半暝以上地检署。自去年开始，新北、桃园、新竹等地有几位警察连续被讯问，因为有大办业者受到租赁公司等车主的委托，几多台车违规被吊扣，希望会当赶紧恢复使用，就涉嫌交给警方开不实的罚单，互吊扣变做吊销了，就让领牌重新搁开。检方伫16日侦查终结，依照贪污等罪嫌起诉包括22位警察。15位大办业者，一个大检厂的员工，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的违背职务收贿罪、图利罪、伪造文书罪，然后起诉总计40名这个被告。警察开假红单有4种情形，包括无挂车牌违规、停车了超工拆车牌、做不实的处理、车主无实际开车到现场，一个。大办业者用简讯传车籍的资料给警察，直接开单，道理的总金也到4.7亿。伫警界传出重大风纪案，警察两法律的漏空，一边伫咧掠绩效，一边伫咧收回扣。像惊讲这种情形搁出现，交通部也提出方法。立法院也在今年的4月14号3读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6条的修正草案，明定必须要把前面的吊扣牌照的处分执行完之后呢，才能够重新来办理领照，杜绝这样子的一个漏洞。交通部表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修法，伫今年4月立法院3读通过，并定牌照若是被吊扣了，若是搁被吊销，也是甲原处分执行煞了，才让重新领牌。记者综合报道。保利总队伫台中后里查到一个姓吴的嫌犯哦，伊偷电来乌虚拟货币，半当大约是偷用500多万的电脑，也毋过因为即摆虚拟货币还无价值，所以大概只乌着100多万。嫌犯嘛已经向医生发办咯。主机顶悬插着8张显示卡，安尼的挖矿主机平均一礼拜会使挖着价值88块美金的以太币，一天的电钱大约45块台票。虽然食电商，但佫属合法的挖矿设备。即马说因为嫌犯是透过偷电来挖矿，相关设备全部拢互警方敲出来客转去。他挖的是一些比较不常见的货币，像那个阿尔法币。目前初估它的金额是130万左右。11点多的时候有远端关机的现象啊，好，我们现在认为你有灭证的嫌疑啊。警方入去厝内搜查，发现23台挖矿主机甲设备。台电2月发现台中后里一个厂房甲徛家电表流量无正常，保仪总队等单位透过电流资料判断可能是挖矿场。现场搜查确认嫌犯为着省电钱破坏电表，再佫私接电线射过电表，半年来偷电超过78万度，换算成电钱大约513万。设备都是用远端去监控，然后远端的那个开关机监控这些所有的那个设备，然后如果有哪一台有稍微故障的话，他们可以重新开机。再继续挖。远端设备除了监视主机，嘛是嫌犯为着闪避对早关机使用，但也是互警方抓到。警方表示，私接电线会造成电路超载，引起火灾，搁要面临刑罚加重窃盗罪6个月以上5档以下有期徒刑等处罚，提醒民众毋通以身试法。记者陈环宇、面交管高雄报道。体育署准备要甲科技厂商合作，互退休的运动选手半导体相关技术的第2专长。也毋过，台湾运动产业协会是批评讲，辅大大学毕业的退休运动员去半导体工厂做一般高中职毕业的技术员，这款计划哦，实在是伤合咯。
这几冬来选手退役了后，除了转做运动教练，有人去加入民间团体，也是去企业做运动指导。为了要让选手会当多元发展，体育署委托高雄大学辅导运动选手投入半导体产业的培训。针对捌代表国家参加公开组甲23岁以下分级比赛选手优先来实施。因为年龄、因为运动伤害的关系，那他可以在这些多元的辅导管道之外，那考虑到斜杠到跨领域到半导体。培训计划按算伫今年4月到民国116年6月，总共有分3梯，一梯就是训练2冬。会先互企业请做技术员，前半冬做基础的在职训练，刷落1冬半是做进一步的在职训练。通过考试就是初级的工程师。不过，台湾运动产业协会理事长施正宪批评讲，叫大学毕业的优秀运动员去做高中级毕业就会当做的技术员，实在真含糊。这整个是逻辑非常荒谬的，就是说，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如果就算我念体育系哦，我去应征技术员、操作员，基本上都能应征上。那教育部长潘文忠回应讲，会为试办的过程当中进一步来检讨，卖听选手的意见。教育部跟体育署还是会持续的，希望能够让我们绩优的运动选手在退役之后，也能够有最好的职涯的继续发展。教育部表示，希望会当替这寡优秀的运动选手退役了后，提供好的就业发展。不过，施正宪认为，若是会当好好推动体育产业甲体育班的教育，选手根本就免退役了后，再去参加转导的辅导。记者综合报道。有民间团体调查发现，讲一寡跨性别学生伫学校所写便所甲写一寡资料，拢常常去拄到问题，所以呼吁学校应该加用一寡心思，提供跨性别学生无障碍嘛平等的环境。7间学校都没有性别友善宿舍，跨性别的同学在这个场域里面，并不是感到安全的、舒适的。跨性别学生常常拄到宿舍优先便所的安排，甚至是无平等对待困扰。黄鲁平所发动的跨性别优先校园调查，甲7间学校的社团合作，用学习的资料来看，学生无法度因为性别认同理解伊学习的性别，就要等到身份证变更了才会使。不过，伊当肯定的是，有学校已经取消各种文件内面划线性别的纳会。学籍上的性别要等于身份证性别，那这样子的规范，其实让许多跨性别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需要时刻担忧被迫出柜的问题。我们希望有更多学校可以跟上脚步，全面去除外显的性别栏位。那伫优先便所的设置，7间学校拢有，不过数量无多。伫大的方面，每一间学校拢无明文规定跨性别学生的优先带数机制，不过有学校伫咧积极宣导，并且派专人伫咧处理。因若伫咧课程的安排上，要求就法部分的课程存在着性别的限制。入口网站的部分则是没有任何一间大学有明确的性别友善标示。对于这些议题讨论的风气并不盛行的话，我们很难期待仅仅借由教育部或是相关法规的规定，然后就来达到我们所预期想要的成果。黄鲁明甲学生团体建议，学校应该甲学习的性别甲法定性别分开脱钩。并且取消文件内面的外显性别，在此同时也会增加性别优先便所甲优先宿舍的数量，来确保跨性别学生无受到歧视，会让得到更加好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开讲机器人 ChatGPT 伫去年底推出，短短2个月，全球的用户就超过1亿哦，也毋过嘛发现真侪问题。OpenAI 的执行长昨伫一场美国国会听证会就表示讲 ，AI 若是行歪，确实会造成灾难。执行长嘛呼吁政府就要赶紧甲产业界合作，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管理 AI 的部门。We have seen what happens when technology outpaces regulation. That voice was not mine. The words were not mine. And the audio was an AI voice cloning software trained on my floor speeches. 美国参议员布鲁门塔建议 ChatGPT 写伊要参加16听证会演讲内容，会让看到 AI 以假乱真、混淆视听的潜在危险，对此来表达 AI 科技应用袂当亲像社群媒体同款失去控制，需要赶紧受到规范。在演讲结束进前，也阁强调，这是伊家己本人讲的。That
was not written by AI for sure. 美国国会昨日举行人工智慧听证会，微软投资的 OpenAI、IBM 加 AI 科技专家拢参加。面对着两党的议员对 AI 科技影响选举、失业、资讯内容真假加军事行动等议题所提出的质疑，三大背后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第一遍伫国会讲 ，AI 一定会影响就业市场。也承认 AI 若行偏去，会造成正大的危险，所以愿意配合公开部分技术，而且目前会当提供生成式 AI 模型的公司也阁无算多，希望政府赶紧立法监管。We want to be vocal about that. We want to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but we try to be very clear-eyed about what the downside case is and the work that we have to do to mitigate that. 阿德曼也建议政府赶紧加业界对话。成立独立的 AI 专职机构合法执照，来符合 AI 技术加道德安全的规范。只是各界对 AI 专职机构的实施内容，也有各种的质疑，等待厘清。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来看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要对抗中国。另外，美国总统拜登之前宣布讲，要打算先提供价值5亿美金的武器给台湾。中国是真不满，则伊嘛要求讲，美国应该要停止甲台湾任何的军事联络。断交废约撤军3原则是中美建交的前提条件，绝对不容开历史倒车。我们正告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军事勾连。继续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和谈，出现希望。南非总统拉马福沙当时表示讲，这两个国家的总统同意要撤台非洲领导人的代表团来讨论和平方案。南非总统拉马福沙昨日甲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见面时讲。伫尚比亚、塞内加尔、刚果共和国、乌干达加埃及等国家领导人所支持，并且成立的代表团，得到俄罗斯总统普廷加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同意要讨论结束战争的可能性。Agreed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receive a mission of the African heads of states in both Moscow and Kyiv. I agreed with both of them that we would commence with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engagements with these African heads of state and to have a discussion on how this conflict can be brought to an end. 拉马福沙讲，伊伫13分别甲普廷加泽伦斯基通电话，得到双方同意开始准备朝向解决冲突的和平方案方向前进。不过时间也唔知。对此，基辅加莫斯科拢无做回应。在此进前，泽伦斯基北讲，伫俄军撤出乌克兰领土进前，未考虑达成和平协议。因为根据普廷加拉马福沙北交谈的内容，普廷支持非洲领导人代表团参加讨论解决冲突的展望。讲家己伫咧俄乌战争的冲突立场要中立的南非，伫非洲联盟领导的地位最近受到检视。拉马福沙宣布这个消息的前几天，接获美国大使指控南非甲俄罗斯徛共平，甚至提供武器给莫斯科。伫咧宣布要朝向和平努力的时阵，俄罗斯阁对基辅发动猛烈的攻势，讲因用极音速飞弹摧毁美国制造的爱国者地对空防务系统。基辅方面是讲，因甲俄罗斯方面过去24点真久来拍过来27粒导弹内面的18粒炸落，其中包括6粒比索极音速飞弹。严过互莫斯科的国防部补贴讲，乌克兰讲炸落数量比俄国方面射的加3倍，而且飞弹的种类也讲唔对。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阿根廷世界海洋基金会最近伫海边发现一只受伤的海狮，海狮的阿妈菌和包装的塑胶袋塑掉的，救援小组赶紧甲伊再登去治疗。海洋的塑胶粪扫的数量甲种类超过咱的理解。也毋过联合国上新的调查是显示讲，即马赶紧开始摒这的粪扫，有机会伫20天内减少8成的海洋塑胶。医疗人员详细替海狮清理空水。这只海狮颔骨皮肤口径的所在有一颗正深的空水，和工业包装的塑胶圈、塑胶正红。因为海狮有攻击性，所以阿根廷生物学家伫咧救援行动时阵是正顺利，并且甲伊带转去包空水治疗。Ante tamaña herida que después pudimos comprobar, bueno, se optó obviamente por traerlo aquí al centro de rescate.
En su momento la herida era muy profunda, pero dado los repliegues del cuello y de la posición del animal, que es un animal que está afortunadamente en buen estado, o sea, se lo ve con un buen peso corporal, alrededor de 14 kilos, un animal activo, agresivo, y también costó por eso el hecho de poder asistirlo, de poder contenerlo. 这只海狮是伫阿根廷一个小镇的附近海峡被发现，迄当阵看起来正需要斗相共。当地世界海洋基金会救援小组伫咧检查伊的空嘴时阵，竟然还阁伫咧伊的皮肤顶发现有一颗手指。 同时发现伊有病肺的症状，就开始后一段的治疗。Cuando el equipo de médicos veterinarios lo anestesiamos, el animal tranquilo pudo verse la herida, se comprobó que lamentablemente tenía bajo esos pliegues la presencia de un suncho plástico. ¿Sí? Es otra evidencia más de toda esa basura, ese distinto tipo de contaminación que lamentablemente está en el mar, que nosotros no podemos percibir, no podemos ver. Y que sin embargo estas criaturas, como el caso de este lobito, nos llama, digamos, nos traen a cuenta. 阿根廷世界海洋基金会讲，这只海狮将会留伫咧基金会，一直到完全好势为止。根据联合国10日所公布的环境报告显示，即马世界各国若是让努力的透过重复使用、回收加研发代替材料三大方向来努力，伫未来20年内就可能将塑胶污染减少80%。 联合国也讲，2021年全世界产生1.39亿吨的塑胶粪扫，若是无赶紧采取行动，到2060年，全世界塑胶产量将会增加2倍，对地球的生态会造成正大影响。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过来消息来看，澎湖正出名看日头的风景区乌西乡的古叶川的凉亭，早起予人放弃，造成5个人受伤，加在拢无性命的危险。澎湖县的消防局是表示讲，因为早起的9点18分接到报案，乌西乡的古叶川凉亭的二楼面海的予人放弃哦，有民众受到伤。初步了解是因为附近拢是沙坡地，所以无介严重。 也毋过，这人拢先送病院去检查。再来看，无党籍的前婚姻馆内大西乡长林婚英甲伊翁涉嫌向利龄业者讨560万的乌钱。婚姻地方法院将一审判林婚英有期徒刑12档，伊翁婿丁文彬互判有期徒刑13档6个月。这2个人拢互剃夺公权5档哦。 另外，宜兰三星乡公所嘛传出涉漏标案收可比赏的代志，乡长李志勇已经互声押。为了要让太阳能供电建设顺利，有利林业者3年前要向大西乡公所申请架伫空中的电缆租用等，过程受到阻碍。后来，前大西乡长林婚英的翁婿丁文彬，经过包商向利林业者讨560万了后，才由前大西乡长林婚英合法落款。 合议庭认为2位就是前乡长林芬颖跟他的配偶丁文彬那有共同犯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的不违背职务受贿罪那所以各判处这个有期徒刑12年跟这个13年6月婚姻地院表示，丁文彬虽然无担任公所的要职，却主导受污洗的行为，所以予人求处较重的罪行。另外，宜兰县三星乡公所也传出疑似盗窃标案受污洗，检方5月16日展开搜查。 是认为是说有图利厂商或指定厂商来投标这个情势吧。我想这个整个的程序，这整个的做法、活动的做法什么，我们都是按照政府采购法在办。 三星乡公所表示，5月16日到公所搜查，查考一寡活动的采购、核销等文件资料，通返三星乡长李志勇、公所人员甲厂商来调查。经过检方问询了后，先押李志勇等3人，其他3人以540万可交保。记者王维雄、林敬伦、婚姻宜兰综合报道。来看桃园航空城拆迁户，明年的10月就当搬入去新厝住，也毋过有议员是质疑讲，厝8月才完工。 装潢、牵水电拢需要时间，附近的道路嘛拢还未招标哦，有可能会袂付。桃园航空城安置主体当地兴建持续赶工，行政院甲同市政府拢明确指出，明年10月会当互安置户入去住。啊，毋过有地方议员是质疑8月才完工，厝的装潢、有水电拢需要时间，国家安置户基地内的道路也未招标，烦恼会点交到初批厝。
有可能到10月都还是一个毛坯屋。最糟糕的是，大楼有盖，道路没有发包，道路没有发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很大的笑话哈。市议员嘛批评安置主体兴建的同时，道路竟然还未招标，一个上有利标的通报工程，煞变做安尼，真正互笑死。讲前市政府的唔对，新市政府爱好好检讨，马上处理问题，莫阁上乡亲的心。安置住宅交屋会拿到使照后才交屋，那拿到使照的条件就必须要有公共设施的完竣证明。那公共设施就包含道路的侧沟以及道路都要完成。面对议员的批评，主体发展处回应，安置主体兴建目前超前进度，天棚地板也有壁拢包含伫工程发包的内容，未变做粗坯厝，民众家家具搬入去就当开始生活。另外，伫道路无完成的情况下，无法度摕到使用执照，所以交厝的时阵未有无路的情形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等候，咱国内旅游市场是强强滚。东海岸公路富港甲嘉路兰路段最近拜六礼拜拢塞车。台东县政府东44线的道路拓宽计划1个月就要动工，明年6月完工，地当来消透东海岸的车潮，嘛来减少行车的时间哦。也毋过因为经过嘉路兰甲石川部落、雪宝甲部落先沟通，互部落的族人是真不满。东海岸公路嘉路兰路段到福冈，若是拄着假日，定定会塞车，塞30分钟到1点钟。为了要消透东海岸通往市区甲华东纵国公路的车流，台东县政府向公路总局争取1亿4千多万的经费，被拓宽并且拍通东44线管道。甲原本嘉路兰到石川部落10公里的东海岸公路，经过沿着这航机的西平升起拓宽的管道，该缩短正济5.7公里，会当接石川部落，会当接到台东大桥通往华东纵国的公路，比起市区会当省2/3的时间。除了希望能够解决假日的时候，嘉路兰到富冈塞车的问题之外，其实也是把原来2个部落连接的通道能够再更顺利的打通。不过，伫经过嘉路兰部落甲石川部落时阵，路就经过明体边仔尔，族人认为无甲部落自相就开路，而且也无说明安全设计，族人正不满出来抗议。限速是多少？我们的人行道呢？我们的长者呢？我们的儿童呢？我们部落的出入的安全呢？通通没有在里面。县府讲会搁再加部落沟通，不过这条管道是既有道路，工程也是继续。部落所提出的安全问题已经伫咧修改设计图，经过社区时阵，行车速度的规范也会考虑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公共脚踏车有 iBike 甲 U-Bike 2种系统哦。iBike 因为较旧，所以嘛较少人的使用。市政府表示讲，今年拢会来陆续换新车。脚踏车的椅垫已经必顺，头前放物件的篮，阁有几张真旧的广告单，车身凹凹烂烂。台中2014年启用的 iBike 1.0因为伤旧，比起新型的 U-Bike 2.0，民众大多数拢会选新的来骑。1.0较歹骑，安怎讲？就骑起来不好骑啊，2.0骑起来比较顺啊。对啊，实际上我是觉得1.0应该通通都撤掉了啦，就让它用2.0就好了。2.0的车况也比较好。然后2.0的站点它设计的比较灵活一点，就是可能它这个柱子的关系，所以它站点比较多这样。民众反映两台的公共脚踏车系统无相通，2.0骑起来较舒适，车况嘛加较好，而且行车的所在嘛加较侪。台中市交通局表示讲，现主时的 iBike 1.0已经使用3档，目前大约是6000台左右，差不多已经来到汰换的时间，会要求厂商加强清洁，而且嘛会伫今年和1.0的旧系统全数退出。现在1.0的设备已经陆续达到使用的年限了，像脚踏车它至少要3年嘛，然后像车柱至少要5年。那我们今年会将整个1.0的设备研议看，要把它做一个汰换的一个过程这样。目前 iBike 1.0有304站 ，U-Bike 2.0是有1308站。市府建议民众若是发现脚踏车各样，会当甲椅垫倒边放，而且通报客服，老手会继续要求厂商加强教育训练甲检查，来应付旅客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体育公园有一个射击场哦，也毋过因为已经真旧了，这几档哦附近起真侪新大楼，考虑到噪音甲安全问题，体育局嘛表示讲，
已经找好新的地点，目前是做土地使用的变更。上阵目标只爬一出去就射着，台南射击协会的选手一透早就伫台南市体育公园的射击场内练习。毋过，这个地点因为场馆伤旧、面积过小，加上附近愈来愈侪社区，考虑到噪音甲安全的问题，才就有搬线的想法。因为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们也怕说我们的子弹是不是影响到左右邻居来，影响到道路的用路人啊？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我们压力啦。对，那噪音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会让其他，尤其是附近的居民，他会觉得说一直会有一个这个声音影响到他们。对，那变成说就是在两者之间要去取得一个平衡。过去就要讲要刷去新的地点，加上部分土地甲台南市水利局的环境改善工程顶塔，到时阵罢免会影响到选手练习。毋过工程就要开始啊，新的场地虽然无消息，互射击委员会是头壳摸咧烧，也惊影响到选手的权益。3年半4年前，我就有曾经提到说，确实有搬迁的急迫性跟那个净水公园竹溪整治的问题那到现在，水利局已经快要动工了。那我们的新靶场预定地的新场馆预定地，到现在还迟迟没有下落。台南市体育局表示，预定的新地点无问题，毋过关庙森林公园是林业用地。若是要设靶场，就要提出申请，目前已经执行，不过需要1年到2年的时间。因为它是涉及到整个一个林业用地，所以它真的需要1到2年的时间。那这个部分的话，市府体育局这边我们也有编列相关的一个地目变更的一个经费嘛那目前正在执行当中。体育局强调一定会支持委员会，不过要起新靶场，佫需要时间。但是旧的靶场煞已经伫要拆除啊。加上台南市阁要办今年的全国运动会，射击会员看伫眼内是真无奈，敢若希望赶紧动工，或者是建议配套措施保障权益。记者台南报道。昨昏行政禁止宜兰东澳的沙坡仔、西沙坡仔车，到风声讲业者拍算要刷到花莲继续经营。花莲有县议员就要求县政府应该爱表态，唔通互花莲真做是沙坡仔车的乐园。一个听讲宜兰的沙坡车业者互禁止落去南澳的新碧沙滩了后，要转去花莲经营。部分议员就烦恼讲，因为花莲的沙坡车问题其实比宜兰还搁较严重。不过县府若是讲放毛毛，敢讲要互花莲来争做沙坡车业者的天堂。其实花莲县政府应该拿出魄力，各个局处的释法的问题，要共同研商出一套管理机制。在政府如果行政院还没有下令要让花莲禁止的时候，那我觉得花莲县政府应该要有一个对应的方式。县府讲沙坡车驶的地点是国有财产署，县府无管辖权，搁较讲袂着安怎来甲罚。目前已经甲所经营的这沙坡车的地点甲送交行政院管理的指引规范，嘛要到5月底才会公布。希望由观光局我们这个主管的单位能够订定统一的一个指引的法令，让地方来遵循相关的这些土地是否可以来办理沙滩车的活动，这个部分也要请中央来盘点。沙坡车协会表示讲，目前花莲有24间业者500-600台沙坡车，并不清楚讲是毋是有宜兰的业者要转来遮，望伫制定管理办法进前，爱先成立沙坡车的专区。那我们最近会去跟那个花莲县政府去申请，就是在沙滩车的专区还没有设置完成合法之前呢，就是让我们业者有生存的空间，可以继续的营业。县府强调讲，相关的管理规范要是要等中央公布，不是个行政院嘛发函表示讲，沙坡车管理的眉角是伫这执行，请各地方政府爱负责来执法。就算讲中央管理的好处，嘛是爱有地方的管理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少年人拢是网络世代，家扶基金会针对9岁到18岁的囡仔网络社群的使用来进行调查，发现讲有超过2成的囡仔捌点入去超过18岁才会当看的网站。有专家嘛，真烦恼讲一寡电影音乐对囡仔会有无好影响。即马是所谓时代囡仔人用网络、用手机拢成做生活的一部分。家扶基金会为着了解离校使用网络社群的情形，针对9岁到18岁的囡仔做16000多份的调查。调查发现讲，离校上爱用的网络社群，摕到头名是 YouTube， 第2名是面册，第3是 Line， 第4名是抖音。若囡仔长时间使用网络，父母看袂落去，就会造成亲子的冲突。
在家长教养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大概有一个明确的原则跟管理的态度是蛮重要的。我们看到比较担心的，其实是有一些人际上互动的技巧，或者是人际关系的品质本来就不好，所以这个部分你就会发现他的问题不是网络，而是回到他自己人际的这个问题。家扶基金会嘛表示，抖音伫高中生内底是真受欢迎。针对抖音内底有抖音挑战，嘛发生过不幸的事件。执行长是表示讲，因为抖音的信息较短，较烦恼囡仔无法度分辨顶面的资讯是对的也是唔对。确实会担心有一些资讯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是引发一些仿效，或者是比较不正确的一些观念或行为，这是我们所去持续在关注。调查嘛发现讲，有4成的离校，大港使用网络社群会超过2点钟，有1成6个离校用超过5点钟，阁有21%的离校捌点入去超过18岁才会使看的网页，阁有14%的人捌伫网页看到恐怖的内容。家父表示 ，Z 世代来临，甲传统的教育方式还无同，家长要安怎教囡仔，确实是一个新的挑战。心理师是建议家长，若发现囡仔去互网络买去，干那介意点网络的虚拟世界，家长就爱去了解囡仔的人际关系，看敢是拄着困难。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身心障碍者的就医率是比一般人较悬。高雄市齿科工会就甲市政府社会局合作，伫无障碍之家设齿科中心，逐礼拜拢会定期帮学员看喙齿。你很棒，对不对？好。看诊之前，先甲学员鼓励，医师嘛会搭着学员的肩胛头安搭情绪，啊，个老师会陪同着学员专程来看诊。我会看医。那现在如果要在这边有人陪你，你会觉得比较好一点吗？有。为什么？因为老师是熟悉的啊。为了帮助有特殊需求门诊的民众，高雄牙医师公会甲机关合作，每礼拜安排1届到3届的诊室，定期有医师到内底帮学员来看喙齿。已经有真侪当帮身心障碍者看诊经验的医师分享，亲像这种特殊需求的门诊，看诊的时阵就要赶紧，而且准确来治疗。因此，除了经费、设备，经验也真重要。基金会自筹跟其他的赞助，大概加起来大概会在100万左右哈。那当然。诊疗椅的部分，那当然全年会有帮忙了哈。那我们医生来这边助诊医师，我们都会回拨一些公积金，然后由这些公积金来负责做维修。可能要连张开口，或是他们因为肢体的限制也不会张得很开，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让他们放松的。伊阁表示，有一寡身心障碍囡仔无法度家己洗喙，有当时啊拢有皱起，毋过坊间的诊所有当时啊受限看诊的时间，有当时啊是医生的经验，真侪学员拢无愿意看齿科。透过定期诊疗，情况是大大改善。目前伫个机构内底试办，若是顺利，明年会增加到社区身心障碍民众来增加因服务的范围。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外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